18岁的黄年级，欢迎大家来参与。OK。7年4你都实习，引领期盼的日子，铁道的黄点，快快回来吧！铁道的黄点，快快回来吧！爱护它。18岁的黄年级，欢迎大家来参与。7年4你都实习，美浓黄年级期18盼的日子，铁道幕的黄点，快快回来吧！铁道幕海梦业基础年嘅84年到100年，年18歲嘅，今年已經我嚟參加哦，歡迎大家。Jimmy，黄年纪吧，啾咪。好實在呢，當好笑哦！亦都樣片咩係二度三期工作隊來做嘅係冇，也按講到也幾集嘅，也係宣傳嘅黃貼紙嘅，也計算一套樣片嘅。係，有啲樣片係面用愛向協進會自做嘅，係愛向協進會入來做嘅，係，都啲波都沒有看到嗱，係做嘅，全部就有一年全部就係填面農，所以按講到也係想要係全面農總統演哦，來宣傳呢個黃貼紙咧哦，真係咧嗬，好，嗰時誒也係愛向協進會入來做嘅哦，你講幾多人係幾多來做嘅，按二度嘅三期要來向下來去。明可能那應用嘅來宣傳有黃貼紙，從應用嘅一條上班啦。其實顏連沙黃貼最久就提顏連沙期嘛，所以就同時有某個活動啊，顏連做啲天數嘅啊，或者做啲協助嘅部分啊，顏連就會去做，所以其實愛向全部做嘅事情就整合大家，係整合所有嘅沙期啲波度嘅工作對嘅一個工作，嚇，大家都看一片。來用嘅來做一個主圖嘅意思係嘛？係，好愛用嘅咯。好，嗰陣來提到嘅一擺嘅黃貼紙哦，圖睇一個樣片之外，人員當然要動到嘅一個方式嗬，來將愛用嘅一隻黃貼紙咩來帶動地方嘅一隻發展嘅嗬。從個一擺嘅發通來講哦，就係主要發通係呢隻時間。最主要的時間是喺7月12號到14號，7月12到14哦呀，主要嘅也發通時間，然後都呀，還個你都要特別來安排沙期啲波度嘅投籃，頭先有提到嘅哦，要投籃員嘅一個訓練，有時間都來講下訓練呢度嘅，你都要乜嘅樣嘅一個投籃方式來帶大家。從個禮拜我要聽數帶安尼。做些行程哦，教水啊，教水溯源頭，然後課文學，就係一個面農入邊嘅文學、客家文學嘅部分，係過去面農嘅一個水，學後生後水來去教嘅。係，就是用一戶地杯啊，全部都有地杯度。係，因為平常就對那個用一戶嘅溪谷對就幾熟啊，係生態部分，因為在導覽時間嘛，主要以那個部分為主。我也主要嘅一個，係因為教水啦，教水係呢片嘅水，河巴，係黃一湖地杯，河巴地杯，黃一嘅我隻地杯度嘅也河巴就去教水，當然都係係個生態部分，因而係帶一隻路線，有幾多年來帶一隻路線嚟。其實嗬，伊嘅行程咧設計嗬冇相同，從一班啊，今年冇相同。今年有4條路線，4條嘅，係4條行程，嗬，全部都喺7月12號之前，就會有。都之前就開始有啲咁講先前嘅按道嘅發通嘅。錯，其實就係一系列喜歡創業起來。冇錯，其實也14條行程，歸鬧烈啦，歸有歸神奇啊，係，從喺顏連就係
文学、硕西园、课文学，其实伊的行程的安排吼，一开始是去叫他查，行礼和小径，就会钟立和先生的客家文化，天呢就会蒙雅湖。再来就岩林沙溪文化，客家文化建筑的巡礼，天呢咱去搞水啊，然后去看那生态安尼。所以古说个路线来讲哦，你都要路线都2年，每条路线都2年时间咩？全部都是2年。古说也按用嘅文學各方面哦，你都本身頭先講到訓練哦，一方面愛訓練嘛。哎呦，功法也幾全部都愛訓練。之前攏咪安部嘅拜年安部，然後你攏會上課啊，叫啲沙期地位，你工作隊地位上課。咁樣去，第二個第一發通嘅，做二到沙期嘅人。全部就會沙期嘅，頭先講到工作隊嘅人，按樣型咯。也做一個路線之一，4條路線係哪4條？其實從我哋就第1條嘛，第1條就係看調嘅，還有用葉嘅，係我哋有 VV 廖金山廖老師，他的專長就係看調嘅啊，像用葉嘅，就對美濃也會相同會去到茂林，紫蝶幽谷，第3條就係老地方，就你是全部我哋美濃嘅地方，好就大面積大面積來看，第4條就是藝術路線，就去拜訪我哋在地嘅藝術家，冇相同嘅方式啦，從有手作嘛嘅從畫畫啊或藝術製作方面咧。古所也嘅設計嘅內容哦，即係同多年同豐富咗嘅本也嘅，像我來料嘅人來獻出嚟哦。不過也就一個問題出來咧，係全部人我來就做得來咧咩？也係我申報名啊，也係有人數嘅限制，冇人聽到咧，任怕老也嘅沙期講包睇你啊。係真嘅，從我哋沙期嘅路線好誒。其實最主要第1年，我哋是去叫他查嘅，所以你出睇到其實冇叫他查咗得去，係嘛？唔係啦，係嘛？安全嘅問題，安全嘅問題，係要睇到人睇就是行李杯啊，其實生態會被破壞。哦，真是，我就想到一個問題。你嘅一個報名還有一個人數我哋4個人就成團。15就做得變咗一集團，然後就做得有人來帶你哋去行咧。一個報名嘅方式係報名嘅方式哈，就是我哋可能名錄有邊上下游，都得直接去報名。也看到也相片就係你嘅用嘅，真是很強呢。真的所以我來看呢時間嚇。因為你到你環內去過就看到一種係蝴蝶地毯啊，鬼片啊，都像按用地毯咁樣。像你上面種係寫的啊，就話你看到有個感動。真是，來到也會重新唔會感動，因為就當重要嘅問題哦，報名係報名咯，人數係有限制啊。唔過當然都想愛問講，我錢冇，我幾多錢也係會問題。哎呦，有啲其實愛食愛帶咩嗬？走，最主要是支持在地嘅人有一啲專業，都得持續做一個保育嘅活動啊咧。係，做對有專業來好做一個保育嘅部分嗬，有相關嘅內容其實係上面去做係看得到嘅嗬。韓國呢，縫貼紙嘅一個內容有一部分以外，就係講一錢錢嘅發通以外，還有其他嘅一個安排冇？有，其實係。新年12號新年13號也農曆安不條有一個黃昏市集，臨安咩嘅時候，錯，喺東門路對面。東門路都頭先就講到啊，看都睇一個年期嘅素材咩嗬，喺個樣片地方。錯，係喺身邊，所以順航天。係，做得12號有臨安條嘅市集之外，還有邊個生態美濃在地嘅紀錄片。13號有音樂會，13有音樂會嗬，一個12就有一個紀錄片，做得來到現場來看咩，留一個主題有關聯性嘅咩嗬，你都全部做要參加咩？6月到7月，都無限哦。一兩安部就變講出來講，變紀錄片，變安尼有中國嘅條，主要講會嗰度從係會哪種和安尼和건嗬，是吧？一買和건，也買係石雕作品，係啊。就會給有小攤位用嘅啦，就一向來就提供下你
佢用于公鸭师用的啊。係啊，啱唔對哦，大家落啲有公鴨師啊，有東西好賣啊，係啊。就全部係採鐵嘅小農產品，也係你都去家做嘅東西，還有手作也嘅。哇，真是很好呢，嗬！也就按講一個發通哦，唔單止講係搶辦發通天天哦，各方面都有來規劃嘅啦，嗬！我啲年紀都來都會考慮講我吃到奶呢。其實睇面容幾多面熟。哦，所以其實嗬，睇面路就都得看到一個訊息，像喺 Facebook，你就都得直接打美濃黃蝶記，就可以看到唔同嘅訊息。好，也都全部內容都有啦，嗬。韓國廿啦，一兩種啦，也起碼講安定一下，一個都副卡，副卡，睇右邊哦，相同有嘅小眼睛嗬，一擺嘅佛通，佛通嗬。發通就都得看到嗬，像嘅一位總統楊震啊，啱嘅司機，還有就係營養費，最主要睇14號廿年啊，嗬，廿年有嘢蒙貼嘅獻機之外，嗬，還有邀請嗬，廿年面容在地嘅歌手林生祥先生，生兄，係相同嗬，為我們就是表演。好，對，關心，相當在關心哈，面容蒙貼機也給活動，好，最主要下主條，還有一個穿水橋，水橋，穿水橋好，像你的一天嘅時間全部會搞嘅係嘛？係，每一年都有，其實嗬，邊樣會搞啊？最主要那係檳榔嘅葉貝有冇？檳榔嘅葉貝，係檳榔嘅葉貝嗬，做到因為嗬，睇水橋貴些，唔係貴發，差唔多8公尺，嗬，你睇你背哦，啱啱嘅嗬，有你斜你坐，所以一下就衝過去嗬，你就佢是會幾緊張。佢有一隻斜途都係向大溜街，係因為哦水喇叭度嘛，係就會這樣行過，你身體就係幾緊張哦。可是你這樣行過去，又幾刺激，幾好搞。更高一輩，希望我上去再教下一輩。教過一輩就當年就老爸爸媽媽講嗌我過去，也係講自家太現實做得教喎。做得，咩聲音嚟做得教天天啊？也都係親自向下做得來向落嘅發通嘅。哦，真是呢，嗬！講到暗號嘅發通啦，韓國暗號嘅小事啦，見每日一年同韓國家用啊，嗬，來同大家講到，大家都積極來安排下咯，見每日按什麼啊？嗰度請到兩曬來到現場按知識。所以講到大概1年100黃貼機哦，大家好好來安排下，積極來去參加咯。都有位啊，係看下了下來，家下陳先生向下來運動咧，什麼大家？